府城青工总会八日伫北区大林里活动中心举办岁末年终幸福围炉餐会，邀请绿色朋友食尾牙，同时嘛安排了精彩表演以及摸彩，让绿色朋友会当感受到过节气氛。今天很开心，因为参加我们弱势团体，然后也是秀琪第2年参加。 所以今天的心情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秀琪一样，跟着我一起公益，然后做爱心这样子。不止歌手献唱，赞助料理的总菩萨李信兴，更是连续13档精益小厅。伫这个年底，这个岁末的时阵吼，要互这个绿色团体吼，有一个感觉过年的感觉安尼，互因有一个大家。 团聚的迄种一个家庭的这个气氛安尼啊，你这是第几摆？第几届办？阮到今年已经差不多要第13档啊。府城青工总会希望透过餐会举办，会当让绿色朋友感受到社会温暖甲关怀，也希望透过活动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人关怀绿色。 我们青工长期以来几乎每一年都会办这个爱心活动。那因为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所以停止。那今年我们疫情开放之后，我们又继续把这个爱心的这个慈善的一个餐会，继续让我们所有的很多的一些社团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也希望未来我们青工会继续办一些我们不管是捐赠活动，还是一些餐会活动，我们也会号召更多的。 我们的社会人士一起来参与，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聚会，除了新的一年大家一起互相道贺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互相认识，那也可以广结更多的善缘。那也透过今天的活动，那我们的协会、我们的复兴青工总会，因为理事长、我们的会长、中诚议员都非常用心在栽培，所以年轻人我们都一起来参加。农历过年是一家团圆的日子，但有的人却因为家庭、身体或者是经济等因素，而无法度达成愿望。府城青工总会结合真侪有爱心的朋友，共同来关怀，希望会当让这个社会再来更侪温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